2024年总统大选，作者高嘉辉。我细汉写过一篇咱国家需要啥物款的领导人来领导咱的国家。我讲治安爱好，搁有国家的政策爱有好的方向，才有法度甲咱的国家治予好势。即摆我大汉啊，我认为以我是母语老师的角色来讲，就是除了咱的国势甲外交爱创好以外，就是爱顾咱本土的语言。台湾通讯网报的总编辑陈同辉老师讲过，母语是正讲咱国家的语言，因为语言包含着台湾足澎湃文化，毋管是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拢是咱台湾上宝贵的文化资产。我捌伫一篇文章讲过，咱若是无好啊保护在地的语言文化，就会失去国家经济。安尼来讲，实在足无采共。我认为2024年的国家领导人，也就是未来总统，需要照顾着本土语言甲本土文化，尤其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，即马中学嘛必须要学。毋过现出时的母语环境，正需要国家级的领导人来带领阮，甲母语救倒转来。若无剩的是假讲的。除了母语正常化，我感觉国际视线嘛介要紧。咱的祖先留阮的，应该爱保护。未来规个台湾的局势铺排嘛真重要。我毋望2024年选着的总统，毋望伊会当好好带领阮的国家有好的政策，有搁较友善的环境。当然，咱人民嘛会使做伙来拍拼，斗阵，甲国家影响愈好的未来。